陈讲师哦，来各位老表、各位先生，大家早安。你好，早安。今仔日吼，如果讲每一个月一次的这个体会班啦吼，咱今仔日呢，我咧讲，今仔日是一个好日啦，是安怎讲？今仔日是一个开大的好日子，就是咱府城台北的北区的道务中心，咱2号线个道务中心开单。所以讲咱电传师咱点学出就是爱去到5点半就出发啦，今仔日呢是啥物好日子？咱开即个班厝咱即个班厝嘛算一个发挥啊，即个班厝的好日子啊，那么呢，咱参加即个咱大家挂时间来遮听咱即个法语会当使咱的心性会当提升。所以这嘛是一个好日子啊。那么今仔日呢，佫有一种就是啥？规通的人个别性的好日子是安怎讲？譬如我举一个例，咱今仔日咱高雄一个谢讲师，伊今仔日举行个别性，已经拜伊迄个时阵规通去。咱谢讲师呢是安含咱好成的音缘真深啊，因为伊60几岁时阵就来咱好成呢，讲轮椅中庸，佫着做大经，前后差不多10几天的时间，从60几岁到70几岁，后来因为身体的关系无法度长时间徛较久，所以就怎到玉做大经讲完所以就无搁继续。伫即个中间呢，2礼拜来一次，2礼拜来一天，伊拢6、7点就来骑车，来遮讲课讲了呢，差不多可能差不多10点外，去倒去到高雄呢，拢差不多倒去到厝，差不多拢要12点，所以讲但是呢，伊嘛拢无费辛苦，伊嘛是充满足欢喜，来遮和咱结缘。这个谢讲师呢，听咧讲伊常常做一个比喻啦，伊讲他是讲啦，伊讲譬如讲伊爸爸几岁我还袂记啦，譬如讲伊爸爸我甲介绍来讲啦伊若60几岁的时阵呢，伊讲我假使讲若像我爸爸会当活到80岁，安尼我好10几本的字典读好听。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字典迄个50几本通好听，所以讲呢，咱就爱把握这个时间，因为咱毋知影咱有几档的字典会当听，所以咱爱把握当下，时时呢来参与，会当来听讲了完，安尼才是无枉费咱即世人迄个白命去做像咱谢讲师，伊。到每一个单位去讲到尾啊去爱上，虽然伊去爱上迄个时阵，已经身体状况较无啥好啦，迄个就爱用济所以讲一段时间了，因为身体关系就无搁讲啦所以伊到每一个单位拢去了解去即种咱的就亲戚的所以这种精神是值得咱来学看的所以讲咱过真天咱即爱想讲咱搁像有一天迄个咱的主任我若阵搁出一本的时阵我要安怎来做？当然唯一就是咱加强咱的会当听讲了解的机会啦所以讲这是互学因为今仔日有个伊拄好个别性所以互学可能10点外含咱迄种贵太太爱上就去参与所以讲呢，但是咱的班嘛是照常进行啦所以这是互学各位真贤安尼简单来分享一下祝各位真贤身体健康，欢喜充满，谢谢。各位请起立。感谢您的慈悲，献到一躬。
名陈讲师。